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慧君。慧君好，欢迎准时收看福起来咧，今日拜二嘅好事生产线咯。带乡亲朋友看下来，认识的是东贵好事，来了解到菜地嘅铁三六，一下台湾人识得到嘅俩鲜草，有差唔多7项到8项哦，係20俩進口嘅吼。可能乡亲朋友唔知，之前修改過嘅新竹關係嘅俩鮮草哦，主要呢係算係台灣嘅主要生產地區，唔過啊。佢哋嘅新竹嘅隔壁哦，或者桃園新木嗬，你按多年來啊，咪當秋天哦來推廣無毒嘅安全無毒嘅一個鮮草嗬。雖然講呢，你哋台灣嘅鮮草假使嗬無進口嘅按便宜，唔過16度嘅做下係農民嘅用心，同大家講自然無毒嘅空氣，今比佢哋現場是特別為大家來有請到新木鮮草產銷班嘅班長。詹德合詹太哥，我來同大家來紹介鮮草咯。先來請詹太哥來同大家來上家門下咯。詹太哥你好，你好，觀眾大家好，我係桃園新木詹德合，對種鮮草非常有興趣。兩包種鮮草咧，古所就你講真實咧嗬，詹太哥就係對一個種鮮草，講就係有興趣過後啊，佢就開始來種鮮草。唔過你講真實咧，當到嘅事情上班下嗬，有興趣嗬，來去做就做到同歡喜。係講咧，一個有興趣以外啊，係講種來好哇，嘅真實就本人吃到係有成就感嘅嗬。先來老太家講下。有興趣係你主要想要種鮮草嘅原因嘛？我種鮮草用提神啊，你要種鮮草啊！我家頭係做師傅嘅，忙住種鮮草。我是你種啲動嘅鮮草啊，可是比種5年嘅無嘅好，休息較好，買家私又較好，比師傅較好，所以我做到種啲鮮草。非常有心有智慧，做到有智慧。古所就係講到一個應講到做到有趣味以外呢，嗬，一個比你傳統來講師傅嘅來講師應講種一棟嘅鮮草，就講上來係5年，師傅係是5棟咧。古所你講一個鮮草真係懂得來推廣咧，嗬。做啲老人同小朋友講下嗬。嘅鮮草都按新木一下，目前嗬種有一番哦，有1多年，產銷班有1多年。個新木嘅產銷班啊，一開始啊有18名嘅我哋班人啊嗬，班人有個目標有新格種新格，係1年啊1分田啊可以曬草，你田全就重複出咗。你的水路也好，也休息非常成績非常好。你都不說你10多年了，對鮮草對你的師傅，大家都，然後你種鮮草挺好種啊，你10多屆啊，大家都當熱心嚟種。大家一下想起來當熱心來種啦，嗬，熱心種當然你嗬。就係自己書生啦，韓國一個收入各方面咯，你就會慢慢嘅嗬，老記講到去做出來嘅嗬。其實上講到有位鄉親朋友聽咗我當上去見到，多位朋友都唔識看過一個鮮草上到嘛個樣哦，因為鮮草都係熱天時節適量哦，所以就係一定好嘅哦，你都一個涼水嘅擔頭啦，也係講你嘅便利商店嘛，佢嘅包裝好勢嘅，一道你鮮草茶，所以來去買哦，聽講我見到嘅收入來講啊，就係要達到定全部係前幾名嘅咧嗬。講到入邊啊，可能鄉親朋友當然就唔知講鮮草。係樣嘅一張外形來講，最看到嘅鮮草睇起就係糊糊嘅，錯冇？呢件最講成片咧。唔過鮮草係本來佢就係糊糊嘅，也係講到係乜嘅黏液咯，本佢變咗糊色咧。鮮草你用，將佢將你種嘅菜收起來啊，我要隔越落越好，將樹越換越叫，將佢變色變得糊，嘅糊色。老啲嘅糊色唔重要，嘅糊攞將
將呢條將面頭前看到嘅現光，場看到嘅先做嘅色啊，係然後呢個先做嘅光，佢中央唔係真糊糊。係哦，暗你先糊。做水唔係糊糊，但係你將真實嘅先做，哦，迄講冇佢係差別樣係，迄講佢要糊糊，像咩水咁樣嘅糊，跟住唔係唔係真先做啊，跟住老別樣，要撈到其他嘅東西嘅啦，就會變糊糊啊。古時安尼嘅正常嘅鮮草，吼係較淺色，唔過呢吼佢要帶到嘅應講紅紅嘅色啦，吼唔係像安尼講到嘅糊色一樣嘅一個唔色色。係真糊色啊。係學日就講到一個鮮草，吼，就係一啲講就係種落去過後，吼，一啲愛洗澡，洗澡呢來去聞，佢將要變一下看到嘅一個糊糊嘅色，一糊糊嘅色，吼，一雜把下邊用黏黏嘅，學黏黏嘅入去嗰度，嗯。嗰啲膠紙啊，你喺你先做，你看個隻，你只看你哪種嘅品種，好紅嘛好，一隻嘅，一弄，你膠紙強嘅，可以橡皮筋啊，冇按就這樣，嗰個膠紙強。古時呢種嘅一個乜嘅用嘅品種，佢嘅一個膠質會較多，所以講愛用。看鮮草技術來，品質好啊唔好，你就係用樹去撈佢一樣糯啊一樣愛對愛拔開來嘅時節佢凍硬嘅，係一樣嘅時節係用生嘅，就係盲洗澡嘅鮮草。係生嘅，生嘅品質樣講，睇到一啲將種糯咧嚇，個膠質又冇強，種有啲那個藤要長啲嘅，個膠質又冇強樣啦。係，你講種你頭前講你先做你膠質啊，係留個路嘅要按長嘅嚇，就冇強樣。古時人家看到嘅品種，所以就佢係乜嘅品種？你係看到你頭前看到嘅嚇，但係我都印尼就係太入嘅啦。印尼太入嘅，係。你目前啊，你印尼太入嘅，一啲菜樹呢度。當落到光浪嚟就產量最好。如果你要休息啦，一定要地，我地頭擺種嚟啊，一張存落啊。我等數到1年去啦，我拿鋪啊，鋪唔出門，我變3年過、4年過，鋪出門都當烏當河要響，要膠紙位，按樣面，所以我會推廣你講，你係做幸福。喺度種住最啲印尼嘅品種，讓你嘅好處休息好、產量好，因為個膠質會強。古時安我多年，我變3年過，鋪出嚟味道還好。好，古時安尼講到一個鮮草嘅品質好也唔好吼，真實咯，唔係講安尼就係講洗澡過後長啲哦，最主要咧就係對一個。種嗬，喺熟成嘅時節嗬，也就當重要嗬。品種第一，係嘛？算品種第一，也係講種嘅技術係第一。品種一啲啲管理也有。品種愛有做衝到，一個管理咩愛做衝到。好。管理咯品種愛有。講到也係印尼嘅品種嚟嗬，也就係講到最早先來種嘅，係統台灣最早都種一種品種係嘛？台灣你啊，前日係寫我只怕係生物種嘅印尼品種係多。也係生物有種印尼嘅品種。有種嘅也多。喺一般啊，就譬如苗栗啦、新竹啦嚇。一般的種嘅係多，桃園山啊，係多。你講苗栗到新竹就係種桃園三號，係桃園3號做人家下順風看到嘅嗬呀。係發現到哦，佢嘅光頭先看到嘅光，佢就係紅色咧，呀個佢嘅光是係頭先喺拍嘅也係紅嘅，嗬，韓國也未咩上到冇馬強用咧。係佢嘅也未係尖。唔可以按太皮，係啲風光，係啲風光嚇，有得用太嘅嚇，有下好，有得用個太中當到中啦嚇，你桃園山下啊，你就
我睇睇咧，木我當見啊，佢當場佢床唔到出團過啦，要佢床。你講到也界先草佢3個鐘嘅時間嚇，我叫7鐘頭。睇停哦，睇到當床係嘛？睇呢兩床啦。哇，當床咧，你知道了桃園1號，你不睇睇木當見，木我擦咯。古時候一種嘅桃園1號，上來就係唔係鬼頭用講定咧，嗬，而係睇停式咧，嗬，睇停式咧，學一桃園1號，哎呀個1年嘅佢就係定鬼頭，哎呀一頭佢做得生一個。佢一唔係定，你一唔係當地啦。咩當地？唔係當地，當地你要行要做，你要睇到啲光態。唔有個當木，佢啲哦嗌個土嗬，嗌咩要㗎？一天就一條啊，一條要40幾咯，40啊，一條10嘅，40件，一條10嘅都要40件按到，當睇條，要按重啊，係，你個要做，學也就係人家下船行也係桃園1號，也係1年種嘅，還都有其他種冇？其他種花蓮講種要到個頂咧嚇，繼續個小時冇按好。花蓮講種，佢要種我嗌到天佢書啊，佢嗰兩場單一冇按名，而是我哋花蓮講種，嚇，我哋種到有盤到膠子也可以做得嘅，嚇，個小時還好些，嗰個產量啊，全部桃園1號。桃園1號按好。古時候一講到也花蓮講也個種嗬，就係桃園3號。桃園3號佢嘅種出來佢嘅膠質有黑度地位，嗬，膠質黑度，唔過屬實冇也個桃園1號按好。你到一下都想講，你桃園也會來種啊？係就係也全部都有種，也3種品種全部有種。有種，你配上轉嗬。專門種桃園3號啊多，還有桃園1號啊，係嘛？咁我都花蓮講種，有啲人就嗌到就講到花蓮講種，桃園1號，桃園3號啦，按樣品，好，你講到也個仙草嘅品種嗬，可能還有其他啦，韓國呢仙草佢可以看到有3種哦，也看到仙草嘅品種以外，也熱天時節，愛食仙草。寒天嘅時節啦，咩愛食你講嘅燒仙草嗬，生來係樣嘅呢，韓國人嘅仙草啊，還有呢條嘅故事，我來留鄉親朋友來講，家下條人繼續來留人集體個來打嘴鼓，希望大家知道有問題愛問，咪做得利用時間打電話到現場來，人成都有位來聊下。好啦，鄉親朋友，歇困過後啊，轉到福氣來咧，呢個節目嘅現場，今日係8月後是生產線嗬，來同大家小解到嘅哦，呢個係仙草，呢下嘅時節，我想起來最近慢慢來到兩熱天咯，熱天時啊，應講到適量一定好嘅仙草，想起來佢係養選來種嘅咯，呢下呢好像中央提倡鄉親朋友想冇問題，做得利用時間打電話到現場來，呢下繼續呢就來啦，呢陣太過來打嘴鼓啊，講到入邊嘅頭先有提到嘅，哎呀個種來講啊，嗬，從頭起始啊，嗬，你品種頭先睇起就講到講到桃園入邊有3種，嗬，3種嘅品種，有3種品種講真實咧，喺到台灣可能各地幾多睇起咩種有3種。有係睇住嘅種3種啊多，有3種較多，韓國有3種啊，嗬，頭先我哋有談到陣太講有提到嘅就係。一個種嘅方式冇共樣，一種係睇停嘅，還有一種係佢係定咧，係定咧嗬。另外還有1年種嘅叫咩係下冇按過，唔過佢都共樣咗嘅。睇停嘅而家要佢睇停，係嘅關下睇佢，3種，佢種冇共樣，佢關下睇佢，有啲佢到桃園1號、桃園3號關唔完睇，就爭嘅一萬個睇。好。從有3種來講，一般都會想講，也有種葉咩？
好中人講買用嘅，發用嘅就做得來種。也仙草係唔係做講像也一般種菜呀，係種乜嘅，就係唔是特別去發用嘅，就直接來種就做得，延邊下去就做得種咧。佢流浪普通人就種上係種插枝較多。所以講仙草來講係用插枝嘅方式，插枝嘅方式係用嘅。插枝方法，你啊，普通人哋以前人開始種啊，8月就差唔多插枝。8月啦，你就將佢弄嚟剪，剪長，剪長，就會翻出嚟。哦，即8月嘅時節，佢會有插新筍係嘛？唔係8月你忙休息嘛，所以忙休息嗬。錯。你嚟剪，我等佢剪下來，係。搞落去，搞到都11月啦，有冇開花？不開花就全都剪嘅，剪長就條去啦。關鍵弄先就一條，一條你就冇不易，長冷，都冇打上色，你要5秒鉗嘅一樣。姜怕會打上色，鼓手愛剪唔好剪到硬搭，要留到嘅長度，一啲嘅長度過後要用5秒留佢剪得，這樣咪好剪時間。將我搞嘅村啊，將我插啲筍插出來，一啲搞嘅村阿婆呢，就將佢諗埋預備成3件咧，一啲就俾佢來，普通係都要3幾啊，搞一下3幾搞一下，3幾搞一下就錯咧。3幾那麼就變3條，你一幾你就條，你一條，你都搞出落去啊，將要。將插筍就按長，將你鐵上種，按樣種啊，你先學啊啲普通一條啊，你叫7種條，你就點啊？我隔幾塊嘅蔬菜，頭先講到太多冬蟲冬葉嚟啊，6、7冊，6、7冊種一條，種一條嘅發育動態，生嗰輪，你上腳你可能生到係講嘅，所以樣板你要先做按漿按長，該品質當好，這樣子。古數，你所有嘅品種全部做成用插枝嘅，冇用發養嘅方式。發養啊，就發養嘅方式哈，就按照那冇，他沒有以前兩個之間開始去挑嘅。將用種子，跟種子行啊，咁樣嘅呀，佢有同人買嘅工廠啊，佢有同人收，跟住就係多插種，冇賺嘅品種，乜嘅種都有，你會種啊嚇，係種啊菜蔬啊，冇同樣，俾落去又暫時唔咩成數咩種嘅。哦，咁樣。嗰度要清了冇會用籽啊。清了冇用籽，清了喺度用一個插枝嘅方式，我都像頭先講嘅嗬，就按用嘅方式來種天然嘢，反正椰樹誒還有其他嘅好來種啦，嗬，就係按用嘅一種方式，學嘢都係替替。韓國呢，你講到啊，頭先有談到唔講到一個誒啲嘢仙草啊，姜蘭呢，仙草最姜嘛嘅，你講種嘅環境點樣嘅？仙草用嘅，你種啊冬夏你8月9日，8月到12月啦，到12月啦，都開花咧。咁開花嘅發展的，我真的，你就保養將佢打上啊，你貼到巔峰嘅位數。巔峰嘅蔬菜。巔峰嘅位數就冇見啦，唔巔峰嘅位數將佢打上，你上大咗就死得啦。古時種仙草天一姜嘅就係姜蘭。姜蘭。咩高仙草？也係看到天使紅嘅畫面，也係嘛噶，也係仙草花係嘛？個仙草花。哦，也仙草花係食凍醬咧。仙草花都得。東島嘅朋友應該唔是看過也仙草花。好。哦，可以有真醬。古時呢，你都講頭先要提到嘅，對大花嘅時節啦，嗬，都係我日日嗬來插枝嗬，也應該天然現象如何來種咧嗬。學也都係提一個，睇住講姜蘭嘅部分，係要講物價用嘅環境會係種唔起來。而講其他適合物價用嘅環境，種嘅時節。環境咧，你種喺啲插枝嘅嗬，非常啊，
你之中你嘅葵花，先做葵花哈，等佢陸續跌下去啊，跌下去，那下就會生，差唔多清明前後就會生，就會包筍。古時候 Andy 愛自己我採收起來嗬，採收起來等用專家去為那個點採樣那個專家個自從啊嗬，去餵樣。佢做咗專家去餵養俾佢哋做，係人哋用餵養人哋冇個食品嚇，用餵養餵唔做。哦，古數一個餵養嘅部分係愛增加，增加嚟做。餵養嘅個用個種子啊，係呢個專家當中嘅，有研究過餵你種子嘅。所以也人哋就太豐富啦，然後你特別也多。哦，古說你種呀鹹草啊，吼，你種研究落嚟咩？咩有興趣種啊？知道種鹹草哈，講真實咧，會難冇？會辛苦冇？種鹹草是真係奇妙嘅，健康，用到健康先。唔會用緊，唔會用嘅緊固係。你一陣開始種啊，陣多發癢啊。都搞出來，慢慢插順，等你種落發芽。種落去嘅時間，乜嘅時間要種落去？太豐富了，佢以後一般啊就清明前後會種啦。哦，人家農家人都係會看嘅那個節氣啊時間咩？嗬，都清明前後一段時間種下去。都清明前後種下去啦。很多一般嚟講嘅氣候正常嗬。都5月啦，係用有機肥啦，還有化學肥啦。佢呢條嘢啦，肥一天都注意，冇講到聽講。古數呢條係用有機肥來種嘅，哦，有機肥都頭先提到安全無毒嘅方式。有機肥嚇，有機肥種，跟住我打袋。轉加下個土面就，跟你打袋落去嚇。打袋係。打俾到田行，俾到地嚟落去，用嚟去打過。按用要下河，俾到皮面啊，因為種你產種好咧，裝好咧，都有皮面，佢要冇按河嘅。哦，古數咧嚇。種就種成咗變咗技術啦。你種有機嘅，不容易種。我有阿好做。古時候你種鹹草嗬，咩供養咧嗬，老人哋講到嘅當到嘅，應該農業方面咧也都寫啊，早期咯就係愛有也個老經驗啦，嗬，一年哦，你個累積起來嘅經驗哦，慢慢咧就做得應種應好。古時候你係種來講，即清明也前後來種，樹嘅時間咧是重陽歌。哦，重陽歌都清明都重陽嘅時間做到的樹咧。我頭先看到種下去，嗬，一下看到嘅一個畫面就係一個相片就係樹神嘅時節咧哦。樹神有乜嘅時節樹？一樣係看佢做的樹咧。一般嚟講，嗬，我哋清明前後啊，最標準啊，啲培啊，到標準嘅時間啊。差不多180天了，6個月啦。該先做要養得唔穩定落，就要充熟下啦。係，你日光前要充熟，也俾落熟嘅。家下都一萬開花，家你嘢先做，不要因為你先做，不標按到人，要不有啲人嘅面點樣，你唔會。你也唔會。我養係要10個年嘅人。要養到10個年嚟啦。我要先開始種啦，還有古時候喺度清明種到一個重陽嘅時節，重陽嘅時節，嗬都做嘅來樹，嗬，要老樹長做得來樹神咯，嗬。唔過喺講6年啦，180年冇唔錯。喺講上班下有啲人嗬，隔冇一到日，隔1禮拜哦，佢就踢過咧，就可能就無法度頭先講到嘅聽老咧。佢一搞就唔見睇咧，佢按樣嚟看，用看得出冇？咩啦？唔要看嗰陣時，佢要發字不來啊！發字，你係咪會發字不來？跟住落嚟，跟住已經時間到啦。哦，古時唔好等到佢開花。係都唔得佢開花。所以佢爭大花嘅時間。都愛結籽嘅啦。爭愛結籽嘅嚇。就聽到割起嚟啦。係。佢已經。
跟要看啊，將然咧師傅俾佢啊，當然啦，個腿一出鑊啊，要做腿咧，每皮入來咧，呢件咩係，我結子咧，我開發咧，我啲時間多咧，一定我睇數，我數。哦，安樣，吼，古數其實係用嘅做看就對啦，吼，只講佢係用嘅拄好老熟嘅，用嘅。做嘅得熟啦，真是嘞，也都做清都係愛經驗啦，唔係安尼吼，清清菜菜吼，你講呀，種180年啊，就180年咯，上班哈，佢可能因為時間啦哈，時間韓國安尼嘅天時各方面嘅關係咯，有可能較早一些的，有可能較慢一些的，也冇清楚，所以啊，安尼嘅鮮草還有呢啲嘅太好門咧，安尼夾下甜啊，咱個繼續來留大家來講到，成都有 video 來聊下咧。鄉親朋友，以下廣告係話轉到福氣來嚟節目嘅現場咯，嗬，見比啊好似生產線來小介本鄉親朋友啊，是係鮮草咯，係你也桃園嗬，桃園醒目嘅鮮草，所以來啊，呢個鮮草頭先講到嘅，還有呢條嘅嗬，愛來小介本鄉親朋友來認識咧咯，一下呢中央提倡大家有問題就打電話到現場來，你啊暫睇個哦，不來老人講做一隻說明啊，不來就講簡單嘅問題，唔過一下非常先來問咧嗬，所以講到頭先啊，你講到一個鮮草啊，哦種嘅時節就係搶命前後來做，都有重陽嘅過後，嗬，你有咩前後啦，嗬就做得熟咧，嗬，一講到嘢咧應該一個鮮草哦，係咩？有得嘅嗬，係你看按種果樹來講，就係自己嘅果子名嗬，哎呀鮮草咧，種鮮草係佢龜頭做清楚嘅就用，嗬，所以講莖葉果含個花也都做清楚就用。一係用嚟做啲老太家嚟講下冇。鮮草啊，龜頭用嘅。你啊，有啲人你啊，龜以前係個佢是種啊，家下當時啊，我用兩條啦，乜個條當好，我係一般嘅種咯。個鮮草條當好，佢係要有希望個種子樹啊。嗰個乜個用兩條乜葡萄條乜個條就當好，因為個鮮草條。冇人愛啦。古時頭擺鮮草嘅鮮草條啊，冇人愛用啊。那個每年嘅種子樹啊嚇，那個鮮草條用個當好用個冇嚟用，叫啲難事。也叫人難事哦。有人難事，鮮草條啊，它都難啊。哦，鮮草嘅條就係幾咩嗬，都要較多嘅難。個嗌啲擺曬奶做下㗎，嗌啲用腳條個，要到要用蛇啦嚇。係，我蛇都凍認真係，用蛇喺度。我蛇幾下擺哦。我喺度奶。咁所以個就是說個鮮草條就最有價錢嘅位所，最好嘅位所，唔得本地冇人愛，叫人家加入條鮮草，嚟再出去批發本人啦嚇，賣啊，得50條啊。叫500條，唔再1500塊，你900塊有幾多？我家下是可以是，還有磨皮，時間我不算計較，人工50條，那你還有你的鮮草條，朋友賣，我還有大概有幾百斤啦，你嘅鮮草條啊，還有幾百斤咧。哦，一下看得到嘅也鮮草條啦，有幾百斤咧。嗰時候你條來講啊，嗬，其實係一號嘅哦，有啲朋友可能見本嘢咁。無站睇過嚟講，要同到啲朋友都講，哎呀，個條可能都冇來你做利用咧，嗬，學人條係一定好用嘅部分。再講來咧，條以外，一粒光應該就係按平時大家拿來換鮮草嘅，錯冇？係一粒條，唔過你攣攣啊，按到唔可以用。你個葉啊，盲菜樹嘅葉，個條攣攣咧啊，按你嘅尤其是按你西方人啊，我是個膠子多。對你沒用當好，現在就個面有當就當講。你鮮草葉就拿來當好，就手就用生產的啊。都拿個斑皮醬嘅，斑皮醬嘅醬豬肉係斑皮醬。佢煮個鮮草，
煎落来做的，做的拿来煎了，炒鸡肉，炒鸡肉咪好食。哦，我就外地咧有高质，古时咧，因上班哈，可能乡亲朋友吼，都无下因做料理的时间，像爱人讲嘛个前夫呢有冇？哈，都做得利用呀，嫩嫩的叶呗。错，你饺子当条，你嫩嫩的叶呗是的，你个弯弯啦，你饺子做得弯弯啦哈，你讲下个呀，你等一下门口利用你条鲜草加起非常多。还你人家被砸开，还没擦水。系。外料的外料不还专门种盆景。哦，用盆景的方式来做。系种一头都不下，哇！我料理的时间都要好用嘞哈。系你那来哈。我一头先做，我点讲，我你的爱是爱弄呢，爱是饺子多啊，总係用盆景嚟砸開，砸你人家用炒半就些，還對先係。老咸菜是个口味，老咸菜，老咸菜分出来咸菜。你基本以先从里面查也系老咸菜。老咸菜会查起啊，老咸菜。識看哪里？唔知點看哪里嘅？其實起來，一下最冇要嘅說，哎呦，甘甜嘅感覺呢，哇，真是對。上個咩當好嗬？你阿那感覺那個做些啊，我就是熱甜啊，兩百都是鹹菜。熱甜，講真是嘞，你熱甜咩會食鹹菜，寒甜咩會食鹹菜，熱甜食鹹菜一樣誒。熱甜之前都會出汗出得多，係，後來咩就出汗就夾個皮咯。錯，你鹹菜會鋪到好啊，食落去啊，你感覺感到咧非常舒服，係，很爽快。古時嘅很出得多，係，所以就食鹹菜。古時你一天時間來食鹹菜，哇！一個漢做的，尤其應該排體啦，學研究下唔會講，一個吃到唔爽爽，嗰種雜容易乜熱到日掉咩嗬？古時適量一定嗬，一適量係愛排開咩？所以啊，熱天啊，因為專門有啲人出做鹹菜凍，跟補鹹菜補藥。古時你嗬，在我平時生活當中，大家都熱天時節嗬，就會總得會鹹菜來食。熱天哦，就是熱天的鹹菜還少。唔過我建議大家一下來講，大家都當有一個養生的概念嘅嗬。喺講做嘅第你就自家換，也喺講自家來泡一鹹菜茶來食，就唔好加咁多嘅白菌。你哋就是鹹菜最好啊，唔好留白菌啦。就是冇老病過樣嘅，一年啊，上市啊，是做些做條條稀奇啦，食到病到嘅鹹菜茶嚟講啦，你唔食到病咧，最好你做些種是溫的鹹菜水啊，最好係輪手嘅安樣氣嚇，對你習慣做些習慣是鹹菜最好。好，故事應用一下。熱天咧，有啲朋友係講愛食鹹菜就愛記得咯，嗬，就唔好食加餅角嘅，嗬，你都煮下後來食就係食有人講講溫熱嘅呀，唔好食涼嘅啦，嗬，涼嘅咩做嘅，就係前後人就係食有啲會少咁樣嘅，嗬，學也就係體驗熱天嘅時間食鹹菜。個乜嘢都出幫出錢咯，係要住熱天哦，熱到嚇。你就是講啊，你講出嚟大概，啲睇成片就非常好，很有幫助。對呀，個一個行通啦，嗬，一個人當然都愛行通嘅，嗬，也就想起來就係咩係當學，所以講促進人哋推車一定好，好也係熱天嘅時節，人食鹹菜。最好。呀，寒天咧，寒天用寒天天時按冷用行愛食鹹菜。係寒天啦。有人講愛食寒天的人啊，你有感覺冇？寒天的人啊，冇排汗掉。哦，有人誒，寒天嘅時節，你就喺個冇去運動嗬，冇講當然有運動習慣咧，韓國一下人都慣到目肚啊，嗬，還是要出去哦，也真是冇乜個流汗，冇乜個出汗咧。用把二十燒仙草做，就是安補啊。是配燒仙草，燒仙草有等於就是老，一下都是熟的了。你還是熟的，你做啱啊，不能係水木，
啊，你還有個做沖泡嘅先做。哦，而家還有做的用蔥嘅，像泡茶嘅茶包。唔過要泡茶嘅茶包，按樣就泡喺度出面嘅嚇，像一順行嘅食有嘛？哦。而家我個茶包啊泡出來，而家啲細包啊泡都得泡1000 cc， 啊1000cc 泡出來啊，誒你來試啦，梗係冇可能到，跟全條嘅營養素該做嘅最好。該先做啊。好，亞的部分就會講到一般啦，吼，就會寒天的時間啊，食鹹醋，然後熱天的時間食鹹醋，真是吼都有功效。古說唔係講寒天就冇食鹹醋啦，吼，寒天咩寒卡去食。好，一講到亞頭先，講到一個健咯，健係一定有用嘅，廣咩有用啦，吼，亞條哦，講料理嘅部分，其實頭先咩料有來講下，還有乜嘅？講較特別的，就講鹹醋嘅料理，我來收幾本鄉親朋友。鹹醋嘅料理哈，一般嘅鹹醋，你講你鹹醋條，你係用，你沒愛講啊，你鹹醋條啊，係，漢語講嘅，中醫師講嘅哈，你鹹醋條，你也有乜？真的有乜嘅片，佢檢查有種病哈，我見到涼鹹醋是高血壓，也強咗啦。我叫做鹹醋，叫做阿婆嚇，換出來水，換結結，真是有效啦，嚇真係比乜嘢樣嘅有效。用換鹹醋頭先講到嘅嗬，一換鹹醋係以用講過太嘅技術咧嗬，亦可以換到好冇按改呢，嗬，一換鹹醋啊嗬，最基本要1個月時間。但看換幾多嘅啦，係，一般嘅家庭來講，嗬，小家庭一般人愛食。你愛嘅量愛幾多？真係出門嘅啦，前日是換嘅嚇，係，愛做10兩啊要錢啊，12兩啊，係，我換出幾多水，我有一個標準，我換幾多時間，係，愛做你12兩。一下看到就係你專門啲換，人家哋換鹹醋，鹹醋茶所睇，換醋菜，嚇，啊你換鹹醋，啲鹹醋就天窗裏嘅，要4個，要4個4槍嘅，槍咁樣換，一般人去換啊，嚇，人家唔係講咁快換，4槍就冇啥款冇乜嘅，換咧唔提神啊，啲忙時間冇去換人見。其實4號，當時你攏講係小早一換，晚上前一安補，先到去洗鼻槍，洗槍啊，當時浸啊就，冷水按用浸啊，佢到天熱就換，佢洗就要出來啊，所以個冇煮過我都冇啥錢啊。我煮的啲蔥泡，讓人家食，啲蔥泡係用暗河，我啲白土嘅水，我一白土嘅水就講5、60度嘅，啲要沙尖啊，係啦，呢一點啲口膠，係佢嗌咁講啲鹹醋，啲老嘅鹹醋，啲黃眼椒，口味唔同樣，要不然啲鹹醋就冇出一定嘅保證沒有。嗰啲鹹醋好處按用型嗬，古數頭先我說咧，一邊係你嘅用泡嘅鹹醋茶，係嘛嗬？哎呀哈，看到有順風嘅，一邊它透明鼻嘅，一邊係你都頭先用嘅相片地板都用包嘅換嘅，一洗起來不用毛孔樣嘛？毛孔樣，毛孔樣，所以講佢洗起來啊嚇，泡嘅其實係米絲較淡，都一啲咧，應講到甘甘甜甜，呀，較濃嘅嗬，佢嘅米絲真係毛孔樣，食落去一開始吃到有一啲啲嘅苦嘅米絲，唔過嘅冇凍鹽醋，食起過後一下嘅感覺就係最尾就鹹較甘甜，哦，一做幾個時間都換出來。我講嘅真是講8點鐘叫，我8點鐘叫，哦，冇按改呢。這不簡單啦，我補你按啊，真要補咗你。哎呀，我用猛火也係緩火，起身啊，我別管啦，管啊就用
先本地树皮滚过后，再个用文火慢慢的去煨。慢慢的。哦，真是。不过啊呐，起神以下吼，也冇遐贵啊。也用头咯，水冇变按多。哦，一下的水冇变按多，等于滚过后，慢慢的再个变，慢慢的再个变。哇！迄讲也下挨来讲啊，吼，挨要希望讲挨爱惜的呀。用8点钟的时间煨过的，真是呢，洗起来都冇重要。啊，平时冇法吐的时间，当然你就用滚水，100度的滚水去冲啊，样就好了。你之前个冲，就进入，10个冲起来，半点钟。哦，就冲好过后，我不用半点钟。我不用半点钟当来洗啦。哇，真是嘞。口味就冇重要。嘿。你冲啊个口味就冇重要。好，讲到也咸醋，真是好，也个还有当多话题啊，做个来老英雄亲朋友来做一张分享，甚来还有呢条嘅家庭，咱个继续来讲到咯，成都也位来聊下嚟。好了，以乡亲朋友一起困过后，转到福气来嚟俩节目嘅现场咯。好，今天系恁嘅拜年，好是神山县来小介分乡亲朋友嘅吼，是按台湾菜地来生产嘅鲜草咯。之前按有小介个关系两位嘅鲜草，今边呢按来小介呢就拖延青木两位嘅鲜草咯。按讲到算起来啊吼，按你台湾嘅鲜草啊，将差不多3项系按自家种嘅，其他嘅差唔多是系日式精挑嘅，我来同大家来讲下，一下呢我想转到应该节目嘅现场，继续来问张太哥啊，对，头先其实来讲到嘅爱都服下七家吼，一只小家庭啊，喺讲爱问鲜草当然啦，吼都係丰盛老太家讲咧，其他嘅都爱七家哦，即係来准则咧吼，看你爱问一嚿爱问到嘅农土爱有一結果咧啦吼，也講到呀，你鮮草啊吼，買轉去。吼，見到買轉去嘅時節啊，吼，可能台灣嘅濕氣當重咧，吼，愛保存一走嘅東西，我建議佢哋按用嘅保存，像佢哋按用嘅保存，亦都曬走嘅鮮草。將來的保存嘅鮮草就便宜的，通風，係宜了啊，嘿，嗰啲阿龍係啲會調。有通風嘅蔬菜。但係唔係嚇，係啲樹苗嘅。有樹苗嘅。係樹苗嘅，苗嘅你睇會睇唔好。你就曬啊！你溫度當高，邊都有。慢慢係木下，係，是皮度係先做皮度。即係講邊都有個板棚檔，哦，板棚檔嘅時節，日頭按用長下去，會曬，哦，做得，所以講佢都會較早啲，會行個曬下去哦，佢嘅香味鮮草嘅味絲就會出來咧。哦，也做一條保存嘅方式。鮮草係香芒皮，係，只有按用呢個。削皮表嘅味素真重要。所以，你講到買轉去，學幾多天出去買隻走嘅鮮草轉去咪愛換，買轉去，一般是會再按用嘅標。佢最好就標嘅通風嘅味素，唔好講，冇到通濕嘅味素。按用去，好，也就會你嘅。冇盡量冇變白，冇變白。係啦，用嘅咯。白啊，係濕土啊，呢個南風來啊。50年前嘅50年嘅南風啊，其他還會輸會掉啊，佢個轉水啊，轉用白咪會轉用，你唔好靠白。也就就是老經驗嚟嗬，所以呢個冇變白。係啦，白冇變白嘅原因就用白會轉用，白會轉用係，就會濕起，你講濕到水氣咧，水氣嗬會散固。哦，固咗咧。你知道你嗬依隻。曬走嘅東西，太體都也都豐盛，像客家還有乜嘅鹹菜乾也都咩嗬？學講到入邊啊嗬，像你嘅鮮草啊嗬，一下應該技術都當進步嚟啊，嗬，可能要當到你都按用蘇神下來就做一啲冰落機器，嗬，然後去配造去用，你一個投影一片嗬，即係我心目入邊嘅鮮草，你都係用嘅，然後佢。所以講曬走嘅過程係用嘅。我全用日頭曬啊！全用日頭曬。我啲鮮草嗬，佢每日大包曬走嘅，蠻大包，曬走
名都是要团体吼。鬼头塞系嘛？嘿，鬼头菜做鬼头菜，菜早哦，休息期就大家有团体，团体也蒙大包，你该买就大包的吼，该就蒙大包，大包啊，你就洗当早咧，大包我炖，规袋炖去。炖到嘅半盘空，咩啊？盲大包，盲大包，叫阿姨要团香香，嘿，大包梗係有啲捆捆咧，一捆都係面頭前嘅，係，要加捆到嘅，大家要捆到嘅，太包大包，你要調啊，會黑質到嘅係嘛？調咁樣渣，冇調阿姨叔叔調團香香，最重要係一樣嘅一扎一扎嘅，嗌香啊，嗌香唔好團嘅嘛，將啲大包啊唔好團，你只要洗澡咧。規袋搬起來，將搬起來大包，將要隔要3安布啊嘛，係羊魚啊冇係熟啊，將大包咧叫下唔會斷嘅。呢隻隻我都要食經驗啊！真是有沒有經驗咧？係啊，有經驗嘛！你每個我現在叫到薯漿嘅麵漿漿，係，跟住冇加錢。你頭細個嘅下數，估數一定要嗰度3年嘅時間，過後將老幾調下質地嘅，將老幾塌起來。真煲醋，係，跟嗌到大號啊嚇，跟住我都跟住對，你攰咗啊，大號要下半，跟好聽啦，係要俾呢條細個將雕上爬上去啦，係，係雕上去嘅哦，係用雕係佢本身用茶咧用雕嘅嚇，嚇唔係講人力按度啦，我用茶嚟雕，用雕茶雕啊，全部用呢頭曬嘅呢，哇，人工愛動到嘛。我當到年來做，唔係啦 ，Andy 嗬，呢度你都講要話重陽節採收啊，重陽節一般啊，不辦工，一般都10月嗬，係，都辦工，會好天平時好天幾百年唔會落雪，所以你講要辦法重陽節前後啊，都是天氣非常好，氣溫又高。家下嗌到講嘅人員，等到你做個落背嘅人講起來，樣板就講乜嘅人員你都冇人講，乜嘅人員都將這個重陽節歌嚟說下個氣候天時嘅標準，唔會去落雪。你按樣嘢就會睇下一般門中國傳統人是哪裡門，咪哪下休息還好，重陽節過後休息的天氣最好。你10月9個還水，按樣溫度也好，古數也真係咧，也都係農家人嘅經驗咧，冇講就唔掂咧，也都係優良嚟哦。係啦，你講到就有理啦。係真係哦，學一個講睇夜條啦，因為報選用嘅洗澡啊，韓國夜條部分都提供俾鄉親朋友嚟做一個參考嚟。學夜下呢，學我鄉親朋友聽講當上我提供，呢啲鮮草啊、筍類啊，嗬，用呢條嘅加工產品啊，嗬，做料理，還有做嚟做乜嘅，像我現場入面頭前看到嘅，也係一般要講嗬，用茶米去煮爛。你用鮮草煮爛？用鮮草煮爛嘅嗬，很貼切咯嗬。鮮草煮爛嘅口味，感覺你煮舊啊，你煮真舊，食到有個一點鮮草味道。鮮草嘅味道，你其他唔係講咩市面上買其他嘅，我去買嗰個有雞蛋嘅。嚇！你連日結論都係切假，不下條嘅。切假生嘅結論。我啲有雞蛋啊，一件啊，咪80塊，有的有一個咪10塊錢，雞蛋啊，冇實咗佢啊，你攞啦，而家啦70塊啦，你有雞蛋撈，你把你有雞蛋冇咗，你把你幾多唔夠，你3幾多打開落，每隻係亂放嚇，快就凍，唔可以留完啲內咪一般幾多冇咗，冇咗咧。幾多老啲一般咧幾多蒙蟲呀？真是古種嗬，係講愛食呀嘅鮮草亂就愛落去煮呀嘅，就唔太講咧嗬。好，再講來其實係要當到愛燒雞啊，有乜嘅鮮草雞湯。鮮草雞湯啊，鮮草腳啊，雞腳啊，雞腳。攞啊，係食樣板樣嘅鮮草落雞腳，攞食到。有啲口感，有，你諗乜？看見相片順風有嘅嘛㗎，有嘅一隻拍拍嘅，像人安尼，
煲空牛马街啊，做个有一个嘅马个街，仙草包啊，嘿，嘅喺熱豆去家做誒，嘿，我想做嘅，哎，都係全部係鮮草呀，係咪有家豆嘅其他全鮮草？哦，做係有按用配合嘅，佢拿轉去，佢都做得自家冰落去就做得來做鮮草雞湯。嘿，你煮那個就做得啦。哦，按樣型啦，嗬，學一個雞湯啦、雞腳啦，嗬，來攞一個卵啦、鮮草卵啦，也都。真是當到啦，韓國頭先就講到有茶包呀豆啊，好像有很多嘅產品啊，像應該還有其他嘅產品啦，你都買嘅時間，你講種嘅東西當即講當上愛種有興趣，唔過愛買愛燒出去嘅時間就愛有方法啦，你都係用嘅，一生小板係用嘅，對打你都會燒路。我哋燒路用，那啲是最淡嘅傳統。哦，傳統。用嘅傳統貼片買你的誒，先做嘅傳統啊，我做提神氣，有去看過我先做嘅出皮，大概幾斤啲，去300都沒幾做，同批3買啦先做，咁所以先做陳小班嘅買，加先做得啊，我意思講，我喺埋去啦，冇去都沒我只帶個蔥爆去，係蟲嘅天，用蟲嘅哦。啊，冇得用煮過，要煮過嘢。我講叫煮過嘅其實都都掉到咧。係啦，我用蔥爆其實用唔過。用一個。我講叫個員工叫3香雞。係。還是拿個蔥爆嘅。係。哦，叫個員工蔥8點鐘過後就做得食咧。做得落去，我擺啲嘢食落去。擺啲咧。我係做滿嘅，做唔到先係先做。滿嘅，你食到咁樣嘅。係。有。你身上係人家不一樣哦。誒，冇窮樣哦。係叫冇窮樣，那個你吃到這樣的口味，咁你又吃到也有膠質味，有甘的味道啊。係。哦，佢聽你出來，我講哦，那我不要再講，已經人家答案答出來了，答對啦。是按照錯，我哋唔係講你普及叫。古時候也都係用傳統來買一定到啦，真是喺台灣自家種自家買嘅好農產哦，只要喺條件朋友都來支持嗬，喺釋出也菜地嘅也豐美嘅釋出空間，基本什麼狀態過來到喺呢個也現場，真是嗬，按住些什麼嘢來到喺呢個現場。好啦，下次都要俾我來聊下講下聽嘛，記得我聽聽運動先生好好來做運動咧，什麼大家？